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碰到困难或危机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你会不会希望有一位上帝，他是看顾你的，并且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能够及时的出现，并且来帮助你，让你可以及时的可以解决到你的问题？或许在困境的当中，也许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解决困难，但是你总会希望能够有一只援手是可以来帮助你，让你能够持续并且能够继续下去，或者能够在那样的一个困境的当中能够撑住的时刻。我们上次提到在圣经里面这个有名的人，这个人叫做亚伯兰，也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人的祖先，叫做亚伯拉罕。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让他能够搬家离开他的家乡，并且到一个新的地方去。但是他常常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常常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或是解决上帝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希望帮上帝解决问题，包括像生产或生育的问题。所以亚伯兰在他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孩子，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商量，他的太太撒来后来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娶了一个小妾，这个小妾叫做夏甲。那各位应该可以知道，一个家庭里面有2个女人在，一定是一个非常难受的事情。后来这个夏甲她怀孕要生孩子的时候，还没有生孩子之前，因为对她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有点不太恭敬，所以后来撒来就把这个夏甲要给驱逐出去。后来这个夏甲她在逃亡的路上，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，她在那里受着饥渴，受着这样的风寒的时候，在那个路上，上帝向她显现，透过他的使者来帮助这个夏甲，让他在一无依靠的时候能够得到帮助。后来夏甲居然在他的信仰的历程当中，他也认识了这一位上帝，并且他宣告说，他遇见了那位看顾他的上帝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。很多人说天无绝人之路，上帝也没有给我们断绝任何的帮助。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这些支持跟帮助的时候，上帝总为我们预备一条路可以走下去。后来，上帝让夏甲又回到自己的主人的家里面去，然后他们生了孩子，叫做以实玛利，就是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在人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上帝总为人开一条新的出路。夏甲是一个女人，她如果离开她的主人的家，或许她没有任何的帮助跟支持，在旷野跟沙漠的地方是无法生存的。然而，当她遇见那位看顾她的上帝之后，她就忍耐等候，并且生下了这个以实玛利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当你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，要记得有那一位看顾人的上帝。愿上帝施恩帮助我们。也许你现在正在患难中，或是困苦中，要相信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你是看顾人的上帝，你必不撇下，必不丢弃。虽然我们有许多不完全或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你仍然没有撇下，没有丢弃。谢谢你恩待我们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知道，即使在困境跟患难的当中，仍然有路可以走，因为你是看顾人的上帝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